好啦，我身後呢就係離慈城苑必要嚟嘅，就係國營海濱常樂公園。咁佢最出名呢就係藍色嘅花啦，不過就唔係呢個月份嘅，要4、5月先有。咁呢度呢，其實除咗睇花呢，仲可以呢就係好多遊樂嘅設施啦。咁亦都可以呢有啲人會即係野餐啊，好大嘅草地。咁啊，入去睇下啦。嗱，呢度呢就唔知玩啲乜嘢，咩雪合戰啦。咁呢邊呢就唔知咩王國大冒險啊，坐架車入去玩嘅。咁呢度有介紹嘅。500 yen 呢就玩一次。當然唔少得就遊覽車啦，同埋有旋轉木馬啦。呢邊仲有小型嘅過山車。呢邊呢亦都有一啲嘅舊式嘅攤位遊戲，都係200 yen 玩一次。咁啲禮物都幾靚嘅。呢個就射的啦。哇！呢個就 bingo 係有 Miffy 添喎，都幾好喎。哇！呢個係真係想當年我玩嗰個，不過啲獎品渣好多啊。推保齡，咁佢要呢用適當嘅力度係啱喺個粒位度停低就有獎啦。哇！呢個大家嘅強項，射籃球40點以上就已經有獎咯喎，33至39都有獎，咁應該好容易喎。其實200 yen 30秒有33分就得啦，但係波呢就唔多嘅，2個。好啦，而家200 yen 睇下會攞到幾多分啊？咁呢就要有300分先有獎嘅。好，咁 total 應該係有9個波，好輕嘅，唔係冒險樂園嗰啲啊。哎呀，第一個自己冇分啊，要大力啲先得啦。好，20分，都要大力啲啊。60分，呢個其實翻呢個10分嘅啫喎，咁啊10唔夠分。喂！唔得啦，原來係唔得嘅。80分，210分，哎呀，得翻幾多波啊？主要大力其實係。好啊，係唔得嘅做。好啦，挑戰。後ろからこのボールを転がしてきて、ここに入って、縦横ビンゴだとこちら景品がゲット、斜めビンゴだとこちら対抗者がゲットになります。係打斜就有大獎，打橫有細獎。ゆっくり落としてみるとやりやすいですよ。
我打中間而家。好，而家爭一個，爭一個。哎呀，咁點咧？頂實佢。哦，大獎啊！叫咩色啊？龍永兵，好啊，100 yen。好，通常我會先咧拎起嘅，睇下幾重。咁而家要攀過個山谷，跟住再跌翻落嚟啦。好。有啲機會，耶！竟然一次就中咗啊！好啦，而家就坐緊呢個train 啊。咁咧，啱啱第一站出發。咁而家就應該經過嗰個兒童遊樂園啦，不過有啲都唔係好兒童，我覺得大人咧都可以玩嘅。落咗車啦，咁呢度咧有啲梅花，幾靚下嘅。咁另外呢邊呢棵咧就紅紅地，冬天嚟咧，其實睇花嘅選擇真係少好多。咁不過呢度真係好清靜，好適合咧嚟放空一下。遠處我哋都望到咧係仲有唔同嘅花嘅。